哇！呢個係真係有嘅。頭先未行到入學校開始，已經係可能喺呢附近開始行啦。其實已經係有一種感覺，即係特登放低手機、放低耳機去睇附近啦。當然周圍都係驚喜啊！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所有嘢都好似縮細咗咁啦，唔知係我人大咗定係點啦。所有嘢都令我好懷念啦，改變咗好多咯。就係無論設施啦，同埋啲老師啦，同埋校工啦，都改變咗好多。哇！原來光明都變咗咁多。無論係一啲設備上面啦，咁啊其實好多嘢真係好大變化，真係有嗰種原來我以前都係喺同一個位嗰度讀緊書嘅喎，跟住都好感慨一樣就係而家啲師弟妹係享受到一個好好嘅設施啊。雖然有好多新嘅老師加入，但係依然都見到好多以前教過我嘅老師咯。咁然之後我都有同佢哋翻去聚舊一下。但係其實我覺得比起設施方面咧，最重要係啲人啦，因為我遇到好多以前我喺母校光明栽培我嘅恩師啊，包括邢校長啦，以前佢真係俾咗好多機會我去發展所長，所以我好感激佢引導我。另外就係做咗國副校咧，當初都鼓勵我去做一個領袖生，咁我認為係對我而家所擁有嘅可能團隊精神啊、品德等等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其實我都係覺得非常之感動，即係學校有不斷去提升啊，去為我哋嘅師弟妹去做一堆好好嘅學習嘅設備。所以遇到呢幾位恩師就係我一個好大嘅感觸啦。佢哋教識咗好多嘢喺我細個嘅時候，所有嘢我都好感恩。點解我會揀呢一科叫社會科學呢？因為我對於點樣去研究人嘅行為啊，或者對於研究社會呢啲嘢，其實都幾有興趣嘅。咁其實我而家就讀緊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嘅牙醫學士課程。咁我當初點解會想讀牙醫呢一科？其實最大嘅原因，佢真係一份意義重大嘅職業。我而家喺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緊護理系嘅。我修讀護理系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幫人好有意思啊。對我嚟講，由我自己未讀牙醫之前嘅個人見解，去到而家真係讀咗牙醫之後，我開始深入咁認識到牙醫嘅知識，同埋面對可能唔同病人會面臨嘅牙齦嘅健康問題，我就發現我哋一個好好嘅良好質素嘅一個口腔健康咧，實在係對我哋每一位市民嗰個自尊心、自我認知，乃至係我哋整體嘅生活質素，都係有好重大嘅正面影響。尤其是我哋喺生活喺呢個社會啦，其實我哋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同人交流，所以其實我對於人哋點睇啊，人哋嘅思維模式其實都幾有興趣。而護理系嘅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可以幫助到病緊嘅人啦。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可以幫到人，所以我就會揀讀咗護理系。咁其實讀書心得嚟講，我都有3個層面嘅。咁第一個層面就係對於呢個鞏固語文知識方面啦。因為我知道對我哋香港嘅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嚟講咧，抽時間睇閱讀書都係冇咁容易，所以我都想鼓勵咁多位師弟師妹咧，可以喺繁忙嘅課業生活中都可能可以抽一個禮拜睇一本課外書咁。咁我認為睇中文或者英文書都係可以好好咁鞏固我哋嘅語文科嘅知識。我覺得係對所有嘢要充滿好奇，你一定要有一個衝勁去不斷去學、不斷去做。而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你要對學習呢樣嘢有呢一個熱誠先。我學習嘅熱誠係源自於我對好多事物都充滿好奇心。除咗喺課本上面啦，咁我喺課外可能我會去自己去睇啊，可能會去聽啊，咁可能去對呢一個學科，例如可能物理啊一啲理科嘅科目，咁我可能對於我可以去了解呢個世界多啲嘅，咁我會特別充滿好奇心。我覺得讀書最緊要就係要持之咁樣去學習，真係每一日都去溫翻嗰日考嘅嘢啦，同埋清 concept 係一個對讀書好緊要啦。因為你如果有唔識嘅嘢可以即刻解決到嘅話，咁你就唔會一直堆積到啲唔識嘅嘢啦，到最尾就會唔知點樣處理啦。第二個建議就係可能數理方面咧，我會希望鼓勵各位師弟師妹可以將自己學過嘅知識去溫故知新啦。因為數理科實在係一科需要練習嘅科目，所以我希望各位師弟師妹都可以喺嗰個繁忙嘅課業生活中咧，都可以抽時間將自己唔熟悉嘅課題去練習一次。咁我認為係對學習最好，而亦都係呢一種好奇心去推動我去不斷去學習，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喺我嘅學習歷程上面，其實係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咯。我唔係單純去追求成績，我而係真係去追求一個知識或者學習本身去學咯。要去向老師學習，如果真係唔識，或者向朋友請教，去明白翻以前自己唔明嘅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步驟。
咁最尾一個學習心得，其實比起技術層面咧，更加係一個我嘅學習模式嚟。因為我係希望鼓勵各位師弟師妹可以去同自己志同道合嘅朋友組成一個學習圈子啊。對我嚟講，其實呢10幾年嚟學習咧，我一直都係同 friend 互相支持鼓勵。所以我認為朋友唔單止係可以同我哋互相交流我哋嘅學習心得，更加係可以喺我哋成長路上互相支持鼓勵。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同朋友一齊快樂學習。我而家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努力讀書啊，因為我好想做一個稱職嘅護士啦，咁所以我會暫時會 focus 喺讀書嗰方面，未來就可以做到一個護士。對於將來嘅目標咧，短期內我一定係想專注學習，去鞏固我牙科嘅專業知識啦。因為其實我而家係 Year 1啦，咁我學到嘅知識可能都係我要開始涉及一啲好基本嘅，例如係嗰啲 anatomy 嘅知識去鞏固。咁我就發現原來牙醫呢一科嘅專業知識實在係博大精深嘅，所以我一定要去努力讀書啦。我對未來嘅目標暫時就係我希望去不斷晉升自己先。去不斷去豐富自己嘅學識啦，又或者係修養咁樣。咁長期嚟講，我就好希望，因為我哋牙醫呢一科咧，其實佢喺我哋高年級嘅時候咧，佢會俾一啲 international capstone experience，我哋去海外同不同嘅牙醫交流，去為不同國家嘅人民服務啦。所以我希望可以參與呢一啲嘅international experience，去拓展我嘅眼界，從而成為一個更加全面、更加有能力嘅牙醫。如果可能喺工作上嘅，其實暫時都有一個目標，就係可能想做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啦。如果希望可以去做到呢樣嘢啦，咁啊，但係短期嘅目標，我只係不斷想去提升自己，呢個係對我嚟講係最重要。如果我有幸可以受到邀請翻嚟回饋翻母校，咁我就好希望我自己可以用我嘅知識啦，去教授翻啲師弟妹啦。譬如翻嚟做一啲嘅分享啦。如果可以嘅話，翻嚟分享下經驗啦。咁啊，無論係我自己學科上面，或者我喺社會入面嘅一啲經驗，我覺得都可以翻嚟分享嘅。我可以榮幸翻嚟母校，可能會有一啲分享講座，可能同我嘅師弟師妹分享翻我嘅求學心得啊，又或者係我對於學習有咩見解，我都會非常之樂意去翻嚟同佢哋分享啦。因為我認為呢一啲經歷係真係好珍貴，同埋真係母校俾機會我先至有。可能學校有需要幫手，而我又真係有呢個能力嘅。如果可以去回饋到母校，其實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個殊榮嚟嘅，即係能夠自己喺呢間學校畢業，而去到最尾係真係長大咗之後，去好似翻嚟去回饋到母校。我覺得呢樣嘢唔止對母校，對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經歷嚟嘅。可能未必係心得，或者係我一路行過嘅路啦。譬如點樣升讀中學，點樣升讀大學咁樣，咁就希望可以俾一個參考佢哋啦。我都會鼓勵想入學嗰啲幼稚園生咧，我可能都會想同佢哋講翻，其實光明係一間幾咁好嘅學校咯。當初光明真係俾咗好多機會我，所以我都好真心想同佢哋推薦。咁以上就係我想為母校做到嘅嘢。